随着疫情升温，假消息满天飞，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？利用以下3个超实用 APP， 简单操作，快速查证。赖讯息查证，加入赖好友，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。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。台湾事实查核中心，赖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，加入好友，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，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。MyGoPen 同样加入赖好友，当您收到不明消息，直接转贴到 MyGoPen，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，也可点选橘色按钮，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。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，不转发，多查证。散播假讯息不仅会罚钱，还可能触犯刑责，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。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，正向防疫。